今仔日是这清明连假第2天，高速公路有一寡路段较太以外，其他是拢正常的。高公局也讲，明仔载会真侪人上北，伫咧中南部民众上好是伫咧中昼以前就来出发。那天气方面呢，今仔日是好天，毋过拜六开始，华南云系刷入来，水气就变较高啊。 前面连假车拢走出来啊！初时下晡中部出现车潮，后里路段南向3个车道弯弯拢是车。公共下晡南北拢是车侪塞车，北向是暗算会塞到半暝。高公局讲，初五是北向车上侪的日子，西部高速公路下晡就会开始出现车潮，提醒要行高速公路的人，都要较早出门，才袂塞伫路面。南部北向拥路人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出发，中部的拥路人建议您在中午12点前出发。 国道5号北向拥路人则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出发。在天气的方面，初时全台湾拢是好天到济云，这种稳定的天气，台南玉这高温是起日到摄氏30度。不过半暝开始，华南云系开始入来，初五拜六开始水汽渐渐增加。若是温度水汽配合，3500公尺以上的关线有落雪几率，平地高温嘛明显降落来。 相比今天会有6度之差，明天的高温可能是只有20度左右，在中南部地区也只有23度，所以明天的话还是要请大家留意，可能会有一个温度比较大一点的变动的情形。到8日上班日就开始要落雨啊，水汽规礼拜拢真多。 那受到华南水汽动的影响，整周都会是比较偏湿的状态。气象专家林德温嘛伫面测讲，连假过后礼拜的天气落雨的几率是大大增加。伊根据欧洲上新无色无雨的结果指出讲，会连续落雨落几啊天，会5天到6天拢是歹天落雨。另外，伫降雨的过程嘛，较会有雷电、路冰角和强阵风这种较极端的天气现象会产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